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5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先先到时台头先就来报人在。日本国予台湾第3批 AZ 疫苗有97万筒，台湾家己买的 AZ 疫苗有56万筒，莫德纳疫苗35万筒，也拢下晡送到位啊。有民众先去注 AZ 疫苗了后，搁偷走去注莫德纳，原因出现是伫咧注射站的系统无甲健保连线，目前已经改善。早起9点半的时阵，有一台伫咧松山机场一台美国的行政专机休伫遐，听讲是来交分件予 AIT 的。讲到日本捐予台湾第3批 AZ 疫苗有97万筒，伫今下晡的时阵也已经送到台湾。指挥官陈时中除了亲身去到现场，也向日本表示感谢。陈时中表示，日本捐予台湾的 AZ 疫苗已经有到334万筒啊，这款疫苗会当予台湾的疫苗注射率达到15%。另外，咱台湾家己买，而且是泰国制造的 AZ 疫苗有56万筒，甲莫德纳疫苗35万筒，也拢伫下晡的时阵送到台湾啊。日本3度捐赠台湾 AZ 疫苗97万筒，15下昼由日本航空班机运到桃园机场，指挥官陈时中亲自去桃园机场接机。虽然是334万剂，那一剂基本上都可以打到1.07到1.10，所以几乎可以打到360万人，代表了15%的人口涵盖率。那对我们的防疫的帮助是非常的大。日本捐赠 AZ 疫苗专程机坪亚运。随即特送往指定领导物流中心进行后续检验风险作业。收到了咱买上新一批 AZ 疫苗大约56万筒，伫下昼3点12分左右运到。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去机场前往视察到会了后程度作业。希望我们提高覆盖率，集体防护机制能够做好，让台湾能够安全过关。另外，咱国家伫买的莫德纳疫苗大约35万筒，伫前一天暗时12点左右为卢森堡起飞，也伫15下昼晚4点左右由华航飞机运到。台湾家己买的加上日本赠送，总共188万筒新冠疫苗运到台湾。为3月初3第一批家己买的 AZ 疫苗11.7万筒运到台湾了后，到7月15，台湾境内疫苗数量包括家己买的科菲斯平台分发，甲美国、日本赠送。国内目前新冠疫苗购货量累计已经超过890万筒。不过最近传出泰国受到 Delta 病毒影响，确诊病例数增加，泰国政府考虑限制出口 AZ 疫苗，增加国内疫苗供应量，恐惊冲击台湾未来疫苗购货量。台湾自购了1000万剂疫苗，除了在第一批那11.7万是从韩国这边送过来，其他的在合约上面都是由泰国厂制造。我们也跟 AZ 的这个公司联系，那来掌握这些状况。另外，鸿海集团永联基金会台积电买的1000万筒 BNT 疫苗，预计9月底来台。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也伫发说会上头一摆强调，这摆成功买 BNT 疫苗采用商业模式，并无受到政治的干扰。杨正元表示，主计专案最近若有好消息，也会随向外界报告。佮表示，当咧建议今年增购莫德纳疫苗，明年后年也要采购3000万筒次世代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14个本土病例，4个带病入境，也有6个人死亡。这死亡个案内面有2个是传播感染源的个案。来讲到疫苗登记平台，到下晡5点为止，已经有757万人去登记啊。指挥中心表示，未来这4礼拜全部拢先注 AZ 疫苗。另外，第3回疫苗登记时间最后一天是延长到7月19日中昼为止。新冠本土疫情15增加14例，以台北市9例上侪，桃园市3例，新北市2例，这也是3级警戒以来一天增加的病例数上低纪录。现在目前解除隔离的已经到12083位哈，那百分比是85.7%，持续是呈现这个病例一直是在一个趋缓的一个状况。另外，也增加6例死亡个案，拢有慢性病史，其中5839例是60外岁女性，5月底发病大院，后来PCR转阴性了后，转到一般病房，因为并发肺炎、群肺症，不幸过身。702例是70外岁女性，5月中发病大院，7月13不治死亡。这2人拢无接触史伫胃道，属于感染源无清楚的个案。
两位都是双北地区的民众啦，哈，那确实没有找到他跟某一个群聚或某一个特殊的事件有所关联，所以研判都还是社区感染。这礼拜开始，第三轮注疫苗意愿登记系统扩大，予18岁以上民众从网络登录。到15号下晡5点为止，有757万多人完成登记。只选莫德纳的占55%，选 AZ 的占2.5%，选 AZ 甲莫德纳拢会使占42.3%。指挥中心表示，未来4礼拜暂定先提供注 AZ 疫苗。暂定。未来的4周都是先提供 A 粒，那我们当然会依照疫苗进来到台湾的时间跟预约的状况等等会去做一些规划。因为疫情等好，外界关心7月1日是不是应为3级警戒降级，但中央强调爱国观察相关措施是不是顺利执行，相关场馆是不是落实防疫计划，这种影响整体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是无开放疫苗2档注无同款的品牌，不过最近伫中部就有人伫咧乱传一份资料，假时代安怎伫疫苗注射站先注 AZ 了后，再去注莫德纳疫苗。目前地方甲中央查到到地已经掠到5个人安尼做，主要原因是注射站的系统无甲健保连线。目前台中市也已经先补破网络，且民众唔通用家己的身躯来做试验。台湾也无开放注2支无同款的新冠疫苗，不过台中却传出注 AZ 疫苗6大人，各位隐瞒注的黄卡，或者是立掉健保卡顶悬的注记大纸，然后近日市会疫苗注射站顺利注莫德纳做第2支。台中市卫生局证实至少有5个个案。想要闯关的其实不止5例哈，他闯关成功，我们去查询他的系统里面，他的确就是有混打的情形，总共5例。那包括有在石冈、丰原、北屯、潭子、南屯都各自有1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认为，台中市注射站无全面建立健保卡、插卡连线作业，以人工方式判别，确实有漏洞。主要的原因是在因为有一些大型的接种站或这个在现场并没有把网路线把它建构好，这个台中市也有特别做说明。台中市卫生局请5个注射站试办健保卡查核系统，注射站依属临行规示范流程，医护人员爱心申请国件数，锁定查询效号，摕厝的人的健保卡甲医术人员的卡插入读卡机，就会马上显示资料。必须要有2个卡片同时在手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办法登录上去查核这个民众大概在几月几号施打了什么样的疫苗，哪一个厂牌的。然后批号是几号？医师评估每一个报道的人查询时间会比平常时加2-3秒。台中市卫生局表示，10日开始插卡系统就用全面上线。佮提醒民众，目前政府无开放注2支无同款的疫苗，若是注了后造成不良效果，可能无法度得到预防注射受害救济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已经有民众先注 AZ， 佮偷走去注莫德纳，安尼注敢会出现问题咧？指挥中心表示讲，世界卫生组织无来讲明，不过台目前已经伫咧做研究，按算3个月时间，结果就出来。新冠疫苗陆续到货，民众注疫苗的速度也开始紧起来，也不过也传出乱象，因为台湾还未开放新冠疫苗会当男女注，却有长辈明明注过 AZ 疫苗，却还阁弄伫快打站，男女注第2档莫德纳疫苗，到底男女注敢会当？国内有医师认为，新冠肺炎未来将流感化，男女注疫苗将加做必然，政府需要提早应用。AZ 疫苗它是个所谓的腺病毒载体的疫苗。你追加的腺病毒载体的疫苗进去的时候，前面的腺病毒抗体会抓掉了我们后来的腺病毒的这个疫苗，所以原则上来讲 ，AZ 加 AD 的追加效果没有 AZ 加 BNT 的一个追加效果要来得好。医师表示 ，AZ 疫苗同时会当产生腺病毒加新冠肺炎疫苗抗体，莫德纳甲辉瑞拢只是单纯产生新冠肺炎抗体。有国外研究就发现，第1档注 AD， 第2档若注别的厂牌会产生大量抗体。另外，包括德国总理梅克尔甲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拢是先注 AD， 搁注莫德纳。另外，丹麦、芬兰、法国、挪威、西班牙、瑞典等欧洲几个国家也拢予第1档注 AD 的民众第2档改注 mRNA 疫苗。
韩国也伫这个月启动新冠疫苗蓝码字，过去捌建议唔通将无共厂牌蓝码字的 WHO 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昨日伫推特发文，一般民众不应该家己做出决定。佮表示蓝码字无共厂牌疫苗的数据要爱等，免疫关性甲安全性都需要评估。世卫没有建议不能混打，也没有建议可以混打哦，所以世卫的建议基本上就是说，还是按照目前一般标准的方式哦，第一剂打什么，第二剂就打什么。但他尊重各国依据实际疫苗到货的情形，以及可能各国内部有一些自己对于这些疫苗混打的一些小的研究结果，所以他并没有反对有一些国家可能有在做混打这样的一个动作。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台大病院已经展开院内小规模 AZ 加莫德纳蓝码字研究，预计2-3个月有结果。若讲有一寡本土实证会阁提供安全性、有效性数据，正做政策改变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伫今仔日公布70件疫苗不良通报，其中有9个是死亡个案 ，AZ 有8件，莫德纳有1件。另外，伫中华也有2件自莫德纳了后刷过身的案例，经过判断，一个是自然死亡，另外一个当日调查。若讲到伫屏东的部分，也有一个富人人早起先去注莫德纳疫苗，暗时佫去互医生注止痛药啊，却发生脑出血意外。目前这个病情也当日调查。全台湾注疫苗了后不良反应事件真侪，中华连续2天传出2件死亡事件。一个81岁阿伯因为贫血，逐礼拜拢爱注血，初六注莫德纳，初八注血了后发烧，有食退烧药了后退烧，毋过伫初9透早不幸过身，法医初步判断是自然死亡。判定自然死亡啊，那大体如果要解剖，一般来讲，家属当然是不能接受啊。家属为了维持遗体完整，表示尊重法医的判断。另外一个有高血压病史74岁妇人人，初八注莫德纳了后，初9暗时出现疲劳的感觉，无想到初10早起就互人发现倒伫厝内，检验15到殡仪馆上验，查清楚死亡原因。家属希望卖过一个。你就要像照顾小 baby 一样，你视线不能离开他，痛到这边为止就好了，不要再有下一个。除了中华，屏东原来传出一件好亲像严重不良反应事件，71岁妇人人倒伫病床，互家属真毋甘。妇人人初次注莫德纳了后，迄暗因为腰痛，佮注止痛，无想到5天后煞中风送医急救。右脑出血，等于是中风吧，因为他平常的左手左脚都没力。家属是讲，妇人人无慢性病，健康检查也拢无各样，怀疑中风可能甲疫苗也是止痛有关系。屏东县卫生局是讲会协助申请药害救济，指挥中心15下晡也表示会调查清楚。这涉及到医学方面的判断哦，那等到如果他有进来申请我们的救济的时候，那这个案件本身就会去调阅他的一些病历资料，再请我们专家小组里头的这个医学专家们来做研判。指挥中心15公布新增加疫苗不良反应事件通报，毋是真严重不良事件有26件，好亲像严重不良事件35件，死亡9件，拢总70件。其中死亡9件当中，1件是莫德纳，8件是 AZ。对着注疫苗真踊跃，不良反应事件原来一直传出，不过到底是毋是真正是疫苗造成的，这拢要由医疗专家还是检调一个一个调查，才会当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宣布讲，还有4000多栋疫苗开放，予18岁以上的民众去做登记。想袂到卫生所的电话是互卡甲标记，甚至有人冲到现场要排队，一寡措施也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正长的人阵出现伫卫生所头前，排挖近10公里长，烦恼群聚，所以警方赶到现场维持秩序，都惊民众无保持安全距离。排到伊尔，后边卖个排啊！你是第几位啊？我第2名。那我们今天只是预约后补哈。偏湖县因为村内这疫苗还有4000多支，15开始开放18至49岁民众预约注射，疫苗种类无限，不过这个年龄层的民众，当地估算有5万人，大家拢想要注疫苗的情况下，接受预约的卫生所电话一直占线，互民众着急甲直接到卫生所头前去排队预约。电话在没有打进来，就是接通的情况之下，有些民众是直接到卫生所来排队来预约。
规定人排伫遐行会有群聚的危险，互部分民众不满政府的好意，因为无好好规划正乱，要赛事向民众伫县政府的面册讲，互人通知疫苗无确定什么时阵到，也无一定注意到规期卖开放预约。不过县政府是讲，是当地卫生所主管的认知甲县政府无共，已经受理民众预约。另即届4000剂的疫苗，县政府也伫面册公告，已经伫15早起11点全部预约完。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桃园伫今仔日有增加3个本土病例，其中2例是进前点病会员司机的阿兄，也佮因兜囡仔。这个家族目前已经有4个人染到病了。市政府表示讲，除了会甲货运公司进行采检以外，病例所在的社区也会做伙采检。桃市15增加3例，指数台北市。3例的年纪是伫无90岁到30外岁，分别住伫中立甲乐德区。拢是伫厝隔离时采检较真，其中2例婴儿444甲婴儿445例是快递公司员工的阿兄甲后生。一家伙啊，累积4个人较真。虽然员工甲阿兄无住做伙，也毋过住共社区。这个社区有62人爱采检，包括隔一条巷仔有往来亲戚。这个采检工作62人，那有的今天在上班，好，我们会继续安排扩大采检，那务必使这个家庭的这个感染事件可以得到控制。这名快递公司员工的这场也考虑59人采检，有结果15暗出来。市长陈文灿表示，疫情伫咧收尾，也毋过还未清零，所以对于检测个案爱具标准追踪。针对花都感染事件，近距离接触者143人，也爱个进行检测。预定快筛一次以后，还会进行第2次的 PCR， 那务必使这个华厨的这个确诊事件能够迈向清零。目前桃市全市疫苗覆盖率超过19%。市长陈文灿伫下昼记者会表示，有信心会当伫7月底进前达到注射率25%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市的部分，伫今仔日有增加9名本土病例。市长高文哲表示，为着要甲疫情压落来，会透过电信系统甲监视器加强调查，甚至会去地下水道采样找出感染源。另外，今仔日市政府也有公布2个确诊者的活动行踪，这2个人拢捌去过大袂店。台北市15增加9个确诊案例，关体表示，最近确诊人数拢伫9到10人，爱想办法降低数字。不管从监视器的、电信足迹的还有到下水道，你知道去做那个病毒 RNA 的检测，你知道透过很多方法，你知道才能够把1-2个潜伏的感染者找出来。台南市长15早起继续第3礼拜大规模PCR检测，中昼12点半左右完成采检，1675人。持续开始启用路卡感染系统，用台北通 App 或者悠游卡连接中央健保系统，确认是毋是完成做疫苗或者是 PCR 阴性等个人资料了后，才能进出。也因为台北通 App 已经甲中央疫苗有约平台连线，会用登记疫苗。因为它已经是实名制，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唐凤的预约系统上面，你知道然后我们用台北通，你知道去把它间接。另外，也公布2个确诊行踪，因我数字数7到11出入内湖大卖场、好事多甲IKEA，12去过全联内湖安康店。因我数字6，因为先生确诊，居家隔离13确诊。初6甲初8，捌伫全联西门町上班。初6、初72天中昼捌去广州街机车行。除了去看车子之外，还跟老板聊天，的确有好像没有戴口罩的状况，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会有一般民众也在这边接触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台中高雄出现有人闯关，想要做 AZ 加莫德纳疫苗，台北市也出现同款的情形，拢被系统发现动落来。我们没有接受第2剂的预约。第2个呢，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开放混打，所以最后我们就这个没有让他接种。台北市幼稚园教保证官14已经完成做疫苗，高中1以下教师差不多33000人，按算伫19开始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宽南市场伫今仔日做第3摆的 PCR 采检，这摆的采检敢若针对着一区来做。副市长黄珊珊嘛宣布讲，滨江、北龙、宽南这3个市场，未来会使用疫苗通行证来检查出入人员敢有体检甲做疫苗。打上排队排好势，宽南市场15即天由营政负责替大家做第3摆的 PCR 体检。
但是这摆甲顶过无同，唔是全市场的大家拢来检验。因为上一次就是因为有验出3个，那从3个的热区再去筛，所以并不是全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中央一起讨论的结果。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来筛，他如果可以的话，他下午傍晚就会给我们。那么今天做了1675个，我们再看看今天的效果怎么样，而且。我们疫苗，你知道理论上到今天应该开始发挥效果了。19号嘛开始推出市场的通行证件，用悠游卡加健保资料库连接，将按每一个大学体检加注疫苗的状况，嘛记录出入市场的时间。今天开始就会用刚刚会长手上的这个，这叫做疫苗通行证。就是将来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工作识别证一样，打过疫苗才能进来的这样的一个管制方式。黄珊珊讲，每一个市场条件拢无同，疫苗通行证件该看状况，才来决定是毋是全台北的市场拢要杀。即摆为滨江、北龙、环南3个市场先推行。伊嘛表示，今仔日体检结果出来，若是一切无问题，环南市场应该就安全啊。记者郭北君陈柏文台北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伫咧邦桥加新庄拢有增加一个病例。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增的个案是去互桃园的朋友画到的，相关的接触者内面6个人内面，就4个人是 PCR 阳性。另外，新北市的家禽合作社昨是进行第4届 PCR 采检，也验到2位移工确诊。这2位移工已经是解除隔离啊，伫咧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检出来。新北疫情转好，15虽然无法度延续0确诊，也毋过只增加2例确诊，分别伫邦桥甲新庄。市长侯友宜表示，拢掌握感染源，其中新增个案和桃园确诊朋友感染已经通报桃园市。此案可能2名确诊者已经有4位进行 PCR 检测，2人阳性确诊。除了2个新庄的朋友感染，明天会出来以外，还有整个社区筛检站有1个，再加上移工有2个，所以我特别跟市民朋友报告，我明天最少会有5个。新北市府也要求5大拍卖市场保住疫苗的从业人员定期做 PCR 才会当入场。此外，新北家禽合作社则是安排第4摆 PCR 体检，总计548人，有2名移工确诊是伫解隔离了后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体检阳性确诊，所以16可能会出现增加5例确诊。不过感染源已经全部掌握。最近疫苗覆盖率引起讨论，副市长刘浩然就提起中央群体免疫才重要，而唔是疫苗的统计。接种的人数达到全国人数的60%以上，至少60%以上才会达到所谓的集体免疫。新北市的旅游顺业汽车泰山服务厂爆出2名技师和来修车的确诊司机画到，市府要求业者全面体检，不过业者唔配合，封下令停业2天。15亏库营业126名员工 PCR 检测全部阴性。谢谢新北市政府、金花局、卫生局，还有泰山区，他们真的给我们很多的协助跟指导。说的真的，如果今天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没办法这么快的复工。希望能够及时提供平面配置图以及员工班表。那这样的一个资料是有助于我们区公所所主政的精准疫调。业者清早可能有接触77名修车人客，新北市府派员到场检查复工了后的防疫措施，同时也要求业者20日起分别去进行 PCR 检测。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日头赤影影是虽然顾性命，中央气象局伫今仔日针对着北部甲东部发布高温资讯，其中伫新北市5个阁因为透火烧风，温度是降到39度。气象局也呼吁民众唔通晒日头，这日头确实会加热。天气有够热，5个工厂内底维护人员咧压火。树仔虽然有风咧吹，毋过吹拢是烧风，民众拢讲实在有够热。就很热啊，汗就一直流了。站在这样就会热啦，就会流汗。5个伫要中昼的时阵，因为烧风影响出现39度的高温，气象局就呼吁民众唔通去晒日头，才袂晒伤。一方面来自于东风越过雪山山脉之后，在大台北地区有产生层降增温的效果。而另一方面其实今天在台湾的北部海面有一个小小的涡旋，改变了风的流向，因此造成今天海风不容易进入陆地调节温度。
天气变化真大，屏东高树14也出现假烈风，真侪厝顶受损，铁片也吹起真远。恒春气象站表示，屏东14的对流旺盛，上升甲下场的气流拢真强，开出现强阵风。当作落雨尔，无啥物代志。结果讲，家你使这种风来，要惊死啦！较大丛的树啊，话就伊讲着打到电线，通知相关单位处理掉了哈。真侪民众翕当时情形，好在在当地种的往来者农作物无传出重大灾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今天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7月14是法国的国庆，虽然政府伫咧举办庆祝，不过有民众伫咧抗议。因抗议是讲法国政府8月要推行健康通行证，有主疫苗体检阴性的人才会当出入一寡场所。有人认为讲安尼做是咧限制因的自由。另外，伫希腊也有民众反对主义方式。陆海空三军通过巴黎凯旋门游行向下大道。去年因为疫情取消的国庆日阅兵大典倒来啊，解放的时阵面临变种病毒入侵，法国当局也是非常的细致。参观阅兵的民众拢爱提出完整注射疫苗、体检阴性，也是感染了后康复的证明。这个所讲的健康通行证的防疫措施，后个月开始就要全面实施。到时阵无论伫外口食饭、啉咖啡、买物件、看电影、坐飞机、坐火车拢用。互一寡真爱自由的法国人感觉真不满。国庆日即天，全国各地拢出现反对甲抗争的行动。Je suis résolument contre le pass sanitaire. Parce que je trouve ridicule de se faire piquer pour aller prendre un café en terrasse, pour prendre un train, enfin voilà, enfin je trouve ça affolant. Aujourd'hui, moi j'ai choisi de manifester aujourd'hui pour lutter contre le pass sanitaire, qui est juste une mesure complètement antidémocratique, complètement arbitraire. Voilà, je trouve qu'on va, en ce moment, on va de plus en plus vers une dictature. 这系上期的示威者塞到粪扫桶，甲警察搭物件，互人用催泪瓦斯赶走，场面冲突失控。目前全法国差不多4成的人已经完全注射，不过速度是对着热天要解封有较慢。健康通行证措施公布了后，虽然已有注射的人大大增加，不过反对的民众嘛强硬唔配合。镜头转来看希腊，当地新增加染疫的人数激增，达到4月以来新高。政府下令对医护甲安养院的员工强制注疫苗，无遵守的人会面临无薪假。未来餐饮店来食，敢若开放完全有住的人。15开始，15岁以上的青少年原来会当伫父母同意来注疫苗。13雅典国会外出现一波5000人反对示威疫苗注射，不过民调是讲大部分的希腊人是愿意注疫苗，真侪人同意某一寡职业类别应该强制。目前全国完全住的人是差不多占4成。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伫咧7月14即天，伫美国甲德国拢有民众出来示威，因要求疫苗药厂就要放弃武汉肺炎疫苗专利，才通好互疫苗生产会当搁较紧。德国首都柏林布兰登堡门前的广场，则是有2位赶着总理梅克尔甲美国总统拜登面躯的社会运动人士，举着钢腿啊、钢槌代表阻碍全球疫苗加速生产的专利关墙，以向当局表达因的诉求。Also Joe Biden hat sich stark gemacht für eine Aufhebung des Impfstoffes temporär durch die Welthandelsorganisation und Angela Merkel ist da noch vorsichtiger und bremst das. Dabei ist das eine ganz klare Lösung, die helfen würde, schnell Impfstoffe in Milliardendosen weltweit zu produzieren. 针对当前中低收入国家欠新冠疫苗的问题，美国总统拜登支持暂时放弃疫苗专利，以加速疫苗生产。不过梅克尔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会损害未来的科学研究。诉求全球国民力量的非政府组织阿夫扎认为，敢若靠好业国家的关键，无法度解决全球疫苗无平均的难题。所以安排伫梅克尔访问美国的前一天，争取媒体现公道，将议题搬上台面。另外，伫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纽约市，甲德国 BNT 合力研发生产新冠疫苗的辉瑞药厂总部门外，迄天也组织数十名的示威者。强调疫苗的研发是人民的税金促成的，药厂无应该有专利权。Drug corporations no longer get exclusive patent rights to drugs and medications and vaccines that we produce with our tax dollars. It's our money, it's our vaccine, and we have a right to expand access so that everybody is safe.
世卫人数指出，目前全球疫苗的需求量达到140亿吨，以非洲大陆为例，只有1.7派人会当做疫苗。只要取消专利、加速生产，着病死亡的悲剧是会当避免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西班牙的法院判决讲，政府伫咧去年在疫情期间实行封城是违背宪法的，也认为讲政府应该经过国会批准，才有权利限制民众自由。西班牙宪法法院则是以6票赞成、5票反对，判决政府去年实施的居家禁足令违宪。2020年3月14日，总理桑切斯宣布3个月的紧急状态，防疫考量会当暂时限制人民的行动等自由。极右派的政党 Vox 对这件代志提出告诉。宪法法院同意 Vox 的讲法，认为政府限制人民行动必须要通过比紧急状态更较高级别的例外状态，并经过国会的批准，才会当来实施。这个判决属于当时因为违反禁足令，予人罚款的民众，罚单可能会当撤销。El govern de la Generalitat, després de parlar amb el món municipal, ha pres la decisió de decretar un confinament nocturn de la 1 de la matinada a les 6 del matí per a aquells municipis de més de 5.000 habitants on més impacte està tenint la COVID-19。疫情发生以来，西班牙累计已经超过400万例确诊，这泰隆尼亚是目前确诊率上悬的所在。尤其是少年人，根据发生社20至29岁的族群，每10万人都有3311个人感染着。为了防止德尔塔变种病毒传开，这泰隆尼亚政府宣布会针对158座城镇实施7天的宵禁，不过也必须要得到法院的批准。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伫咧进前，海地总统摩伊士去互刺杀身亡。目前，即寡嫌犯有的是抓到，有的是当咧走路。伫咧走路的嫌犯当中，有一个是已经落任的海地参议员，甲一位委内瑞拉的胜利人。根据海地警方甲各个调查单位的消息，暗杀摩伊士的幕后凶手是一个多国籍人士组成的集团，包括着案发地海地、也甲哥伦比亚、甲委内瑞拉至少3个国家。海地警方是讲，委内瑞拉的保全公司头家印特里亚哥利用家己公司的名义，一群买19张由哥伦比亚飞到明年的机票，提供予高国籍的杀手转往海地执行杀害摩伊士的任务。另外一个主嫌是目前唔知去倒位的前任海地参议员乔瑟夫。L'ex-sénateur John Joel Joseph, qui joue un rôle capital, nous déterminer, c'est lui balsam, c'est lui planifier rencontre, c'est lui faire liaison avec les auteurs intellectuels, lui participer dans l'assassinat président, la police a cherché, nous demander population accompagner, si nous avons une information, relayer la police.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巴迪欧的主嫌，除了伫摩伊士总统的官邸附近睡厝，搁做嫌犯执行暗杀的基地，来收集相关的情报，互嫌犯会当了解规个官邸的建筑结构分布图。查尔斯呼吁海地民众向检调单位提供消息，来协助逮捕也未抓到的嫌犯，顺利会当破案。另外，也提醒民众，嫌犯随时拢有炸武器，是危险人士。公司新闻曲家人编译。AIT 的处长李英杰结束3年的任期啊，早起坐训练机离开台湾，也讲到日后若有机会会搁再来访问台湾。另外，早起9点半的时阵，也有一台美国的行政专机泊伫上山机场，听讲是来交文件予 AIT 的。讲到这款的行为，这几年也是唔捌发生过，咱的外交部也拢无对外来说明。美国第欧3日班行政专机早起9点半降落伫上山机场，引起议论。这架大龙舰专机有时会担任美军特战专案情报人员、加军品的运输机，是为美军日本奥基纳瓦基地起飞，传出是要运送 AIT 处长的高级物品。外交部我们对此没有相关的说明，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外交部甲 AIT 拢无评论。专机到台湾了后，由专人将一份报告送予 AIT， 8点钟了后就离开。这是这几年来美台之间第一摆以专人专机的方式运交所谓的外交邮件。AIT 处长李英杰结束3年任期，就伫19早起坐飞机离开。新任处长孙巧雅，但国家检疫期满就正式上任。李英杰也表示，会永远会记台湾朋友的温暖。有机会还会再回台湾来吗？一定。好，谢谢处长。可以跟我们挥个手吗？
对，谢谢 everybody。好，谢谢处长。我也是。 今日初上日，美国前副总统潘斯14受邀到华府智库演讲，也将重点放在中国，除了批评拜登政府两者亲中，佮讲到台湾，因为即马拄是甲台湾进行武器协议谈判上好时机，建议拜登政府伫关键领域继续进行美中脱钩，把握历史机遇，强化美台经济甲商业关系。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our prosperity, security, and values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na may not yet be an evil empire, but it's working hard every day to become one. 进前友邦海地总统摩伊斯互人暗杀死亡，美国众议员佩里甲蒂芬尼就烦恼中国的叛乱日迹，联名写批予国务卿布林肯呼吁海地甲其他区域国家抵抗中国示好，维持台湾的邦交，避免中国影响力扩大。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观光客上爱去的所在，屏东的垦丁大街夜市，在暗时进行小可解封的试营运3天，今仔早起进行互伊义演，除了有实联制磅体温以外，伫1公里内管制区内面限制200个大头啊，而且每一大中的距离差不多是1公尺半，人数管制伫咧1000人以下。管委会也希望大家会当遵守着防疫规定，或者无简单会当开放营业的垦丁大街夜市继续来坚持落去。不过，伫咧台南夜市啊，确实出现一个违规的情形，亲像伫安定区的保安宫夜市，这个夜市啊，搁当咧服业的审查当中，所有大头啊先来排大做生理咯。另外，伫咧武圣夜市，也有大头啊，甲这个面大摕落来，伫咧甲人客做交关，即寡人拢去互市政府罚6万到30万。 袂当排啊，无通宣导，讲看是爱落业爱申请。反而对警方局人员大声卖关，14暗，台南安定区保安宫前的夜市明明服业申请也咧审查，却有反而偷走来排单，恐惊面临真悬的罚款。他有提出申请程序，但是这部分来讲好像还没有审定通过，是罚6万到30万不等。 市区的武圣夜市实践管委会有规划单一出入口采实联制，也要求贩仔遵守3大一套的规定，也毋过有贩仔违规烫嘴暗。每个摊位前面要放置 QR code， 跟这个3罩1套。那至于这个面罩遮罩的话，我们还会再跟摊商讨论。 台南夜市有条件小可解封，这几天却一直出现违规状况。屏东垦丁大街贩仔是期待各烦恼，15透早进行防疫浮现。贩仔南河将单位杀到定点控制辐射，游出1.5公尺距离，准备迎接16暗起为期3天试营运。我们前后都会有人员在控管，到了一定人数，我们会请客人稍后，请你们稍后再进入。有人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让客人再进来。全部外带不能边走边吃，并且戴好口罩，还有做好相关的一个实联制跟防疫的一个动作。整长大约1公里的贩仔区管制伫200大以内，只留南北2个出入口。出入爱让体温实联制，人流也爱控制伫1000人以下。官府甲管委会表示，会用上关规格检视夜市，试营运的3天无符合防疫规定，后礼拜一检讨的时阵就会罚停。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各县市拢伫咧拼注意风声，也未开放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今仔日也变做是大型的注射站，按算一天上济会当注3000人。市政府伫现场摇放演唱会影片，互民众心情放搁较轻松。 接到注意风声通知的民众，陆续来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这头一摆开放，现场准备132个位，拢是65到66岁民众。讲是来注意风声，现场煞有歌手李宗盛演唱会影片，注射阁会当看表演，真侪人阁翕相做纪念。有够水，环境有够水，阁轻松阁凉。不错啊，还放那个李宗盛的。 我蛮喜欢的，很舒服，就是有音乐，那很放松，非常好。伫港边的海音馆，原底这个月要开幕，却拄到疫情，想袂到即马正做民众注射兼看表演的所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别来了解注射的状况，伊笑讲要用上水的风景，甲民众声来注射。用声的嘛，爱敢声来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全国风景。 最好服务最好的一个施打站，那这个未来因为以后也会开放登记嘛，那我们尽量扩充它的量。
除了海音馆一天上济住3000人，另外阁有展览馆、甲高雄巨蛋3个大型注射站，略算会当住14000人。15这天是1个月来住上济人的一天。16开始要开放，予线顶有约的民众。市府要拼紧注射的速度，希望月底疫苗覆盖率有3成。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讲到老师要做疫苗是排伫咧第7位，不过到今还阁真侪老师做无到。伫屏东县先予高中以下老师来做疫苗，却引起其他县市的老师的不满。县长潘明安表示，是收到一批先予屏东县的疫苗，甲老师做疫苗也是临时做决定的。部长伫造成这阵风波，伊也甲外界回释咧。疫情严重，全台湾各地的疫苗预防注射也持续进行。不过，基层教师是反映，明排伫第7位，甲即马也做无疫苗。第8、第9、第10顺位的一些民众，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施打。日程的话，应该是说往前推14天，老师们就要先施打完疫苗。因为你如果说没有施打疫苗，就叫老师回学校，那其实对老师本身是一个风险。国小老师的这部分的确是属于是第7类哈。但是目前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那教育部正在这收集这个名册，还有这一个施打地点的一些规划。只不过屏东县第15替高中以下的老师注射，又搁引起县市无共做法的讨论。县长潘明安是讲，是收到半先予屏东的疫苗，因为爱伫个新制实施前做完，所以临时决定予注册老师先做。对决策造成风波，表示会担起责任，也向外界回释咧。不过老师因为疫情所产生的困扰，毋是一届，有一寡县市的教师争取拢宣布停办。你没有考教甄，就不会有正式的老师进来啊，所以到时候还是只是开代理缺啊。代理老师的部分，现场的一个稳定性的部分，当然会有所差别。那以代理老师的权益来讲的话，当然他准备了1年，希望说今年有机会成为正式老师，他就落空了。专教总指出，为了避免各县市的人来去，确实有袂少县市停办教师争取。不过停办除了会影响学生囡仔受教权，也对老师的工作权造成一定的冲击。尤其是代理老师，即马想要变做正式的老师，敢若会当等后一届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英国公布上新的旅游警示名单，咱台湾已经列入去安全名单内。上紧伫7月19，台湾旅客去到英国就唔免隔离。英国是希望伫19就当解除封锁。不过讲到这2礼拜，因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万人，是这半年以来上界严重纪录。伫咧英国伦敦，车来去，大部分的人也拢无挂齿阿妈。英国首相Johnson打算7月19解除封锁，不过其实当局政府早伫咧5月中旬就已经重新启动国际旅游。最近台湾的疫情有转好，英国政府伫咧14公布上新的旅游警示名单，台湾原本是黄色名单，即马转做绿色观察名单。台湾旅客对7月19开始入境英国就唔免隔离。这届同款列伫咧绿色观察名单，除了台湾，也有克罗埃西亚、香港甲保加利亚是放伫咧绿色名单内底。也若根据英国政府规定，对绿色名单出发的旅客，到当地简单需要有出发前2天的 PCR 阴性报告，免隔离检疫。不过，国内旅行社表示，最近台湾飞欧洲的回程机票并无增加。有来订票的大部分拢是去美国，还是去中国大陆。去欧洲的部分即马占比可能10%左右吧。那英国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算是非常的高的一个阶段，所以它就算是解封，目前的预估虽然说病例数会上去，但是疫苗对于住院以及死亡有很好的压制效果。医师表示，英国疫苗涵盖率已经要7成，不过英国要拼解除封锁，14这天就超过4万人确诊，49个人死亡，是这半冬来高一日上最的纪录。记者闵金玲、许凯台北报道。伫咧中华交友大楼发生火灾，造成消防人员单子棚损失。7月15这天，正人也该举办队士告别式。消防署加封单子棚做分队长，并且也特别设过消防局，这个消防兄弟姊妹列队第一，要来甲单子棚收送。6月30，彰化市交友大楼火灾，损失的消防员单子环15这天举办队士告别式。
由内政部长徐国勇颁发保养令，消防署长陈文良、馆长王惠美分别颁授消防楷模参分队长的晋升令。典礼结束，灵车为殡仪馆出发，经过消防局的时，警义小同事也列队致敬，送陈志环最后一程。目前就有大楼火灾案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陈志环家属希望赶紧查明真相，给因一个交代。到现在我都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他们都只有随便说一说而已啊。我们的诉求还是很简单，希望真相是透明公开的。那另外我们希望是可以立碑。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参陈志环的家属也伫网络发起成立工会的联署活动，确保受到职业安全保障的消防员，行好争取安全优先的工作环境。公务体系内长期缺乏消防员或者是所有公务员表达他们集体的劳动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组织工会，能够让消防员有自救的权利，来对等的跟政府来讨论说，劳动上的待遇、业务的减少，是能够透过劳动三权来保障的。朱立武也呼吁政府爱重视消防人力无够的问题，消防业务应该专职负责，降低工作风险，卖互损失的消防员白白牺牲。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劳动部伫去年推出青年就业金的措施，鼓励就业。若讲这个毕业了后，只头路满一定的时间，就通下领到上济是3万块的津贴。不过，就民众向立委来申请，讲迄阵是卡伫咧爱做兵，宣布通下领。打到立委在今仔日开记者会，讲因替国家服务，不应该受到这款的对待，要求劳动部应该把这个人列入去补助范围内。去年劳动部推动青年就业奖励计划，只要去年初到迄阵到月底做工课满3个月至半冬的青少年，就通领到上济3万的补助。但是有迄阵毕业就要马上爱做兵的青年，定情感觉权利互政府摕走。我们6月份毕业的根本找不到工作，因为我们接着就要当兵，我们顶多就是做兼职110年计划，然后我们也是被排除在外，我们整个同梯的都超不爽。虽然劳动部伫今年新推出青年达值好评计划，已经有甲进前拄到做兵今年退伍的青年考虑在内，但是立委有关认为，除了找无头路的，嘛爱甲去年权益有受影响的回算在内，才公平。希望能够把109年6月毕业的役男，他也就直接纳入这个110年青年就业的奖励计划当中。青年值得好评计划的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往后展延？就是在110年6月30号以后退伍的役男，他也可以这个申请。劳动部劳法署表示，假使去年做兵了后，到大拢因无头路的，因会透过计划协助就业，领取津贴。不过，若已经找有工课的，可能伫其他部会拢有补助，要补偿较无可能。但是嘛会甲内部讨论这意见。记者林阿文就随采访报道。全国施行3级警戒到今已经2个月啊！伫英国到一时啊，人吵的新德关内湾老街，因为疫情关系，即摆生存也受到考验。目前已经有20多间的店家，因为这个租金的压力，无法度继续做落去，只好来退租。也有这个排单的店家讲，你也无纾困金，即摆连食饭拢有困难。看过去，规排店头有营业的无几间，这是新德内湾老街目前的状况。自5月进入3级警戒了后，即搭强要看无观光客，真侪打商付不出租金，选择离开。这没有人怎么生意会好呢？你可以看得到啊，嘎。我们每个月还要缴房租费呢。是不是有很多店家都已经休息了？都已经收起来了，你看这些全部都搬光光。相关理事长讲，这边做生意的大部分拢算是路边摊，因为无发票嘛无营业证的关系，所以嘛无法度申请纾困。我们申请什么都没有，都申请不出来。我们内湾呢，目前大概有300多个店家。好，但是其实说真的，有统编店家大概只有1/10，大概30家左右。目前确定就是有统编店家，我没有登记过，目前只有拿到4家。台湾多数的打商拢是因为疫情关系，自主暂停营业。即马敢若会当寄望疫情豆豆啊转好，恢复英国人潮。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
伫咧婚林斗六就一间庙，最近外口出现挂坐几排的神像，而且拢有挂嘴罨，民众也真好奇讲这是安怎做的咧？庙方讲这是因为全国三级警戒想要提醒民众爱挂嘴罨，才会想出这个办法。12尊大神人仔踩伫路边，毋但面顶挂条喙罨，身躯顶阁挂着有防疫宣导内容的牌仔，提醒经过民众就会记得挂喙罨，遵守防疫规定。庙方是公生笑表示，若无七爷八爷是掠人掠甲真无用。阮写这意思就是讲要互大家知影，出门一定要戴口罩，若无代志就莫出门，无因两兄弟做无用的，安尼走来走去。三级警戒以来，为着防疫禁止庙会活动，庙方惊大神人仔放伫室内会因为湿气受到影响，就将大神人仔踩伫路边曝日。也因为发现真侪民众也是无挂喙罨，才会顺续写宣导内容挂伫大神人仔身躯顶面，当作劝世文，希望提醒民众做好防疫。因为疫情关系，拢无落出门，无落出门就从这神像摕出来拍日头，是那个整理，就看有遮经过的人，有拢无挂口罩。所以，阮就是讲，无咧写一个牌甲夹的，大家看会到，即摆疫情遮严重，大家注意到。算一个警惕。对。虽然因为三级警戒，侪庙会活动暂停举办，不过神像也无用咧，踩伫路边甲喙罨挂好条，继续维持民间的秩序。希望大家就要遵守规定，做伙对抗疫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日本是咱台湾外销的重要国家，不过今年日本因为疫情加上国际运费变贵，对台湾麻的需求也渐渐变少。而麻渔民也讲，安尼颠倒互品质袂歹麻留伫国内，希望政府会当来倒推广。甲饲料倒入去，窟窿内底麻真紧就挖过来。外人讲，今年因为外销去日本的量较少，国内目前的麻品质拢袂歹。日本那边反而需求量变成说他们自己养就自己足够了所以说今年台湾所以说他们没有说订单，可能就觉得说可能需求量比较没那么大。嘉义县麻的养殖面积有41公顷，今年的产量有130多吨。为了减少疫情对麻蚁销路的影响，嘉义县政府把麻加入水产品多元开发利用计划当中。希望协助麻农开发新的国内市场。我们也成立了一些直购的贩卖区在我们的县府的脸书上面还是说透过电商平台等等来协助我们的慢农。麻农表示，麻蚁外销的问题，除了目前疫情的影响，其实未来嘛阁会有中国那边介绍的竞争。希望趁这届机会推广国内市场，增加民众食麻的习惯。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讲到东京奥运特别举行咯，也因为这个防疫规定之下，日本政府要求真严格。不过针对到这个来采访记者，因无需要隔24天，但是这个行动有受到限制。到后的前后3天，每天都爱采检一届，而且每4天也都搁爱采检一届。这是先到日本带入去旅馆了后，立刻签收进前伫台湾所订的采检喙暖的工具。因为入境隔天开始连续3天，大家拢爱采检。记者因为较会接触到选手，3天后每4天采检一届。You have 3 tubes the first 3 days, and you put 1.5 milliliters of saliva, and then attach a barcode, and then deposit. 奥运特别开幕一寡媒体工作人员采用这种的模式，按照规定，都要将检体带到各场馆内的回收站。不过一寡人无清楚，都要上网络登录个人资料，甲用去条码。检这动作，连做采检结果是阳性，嘛唔知是啥。不管是14天隔离，还是3天隔离，还是唔免隔离，第14天拢是爱采检。确认阴性才会当自由行动。伫这做法进前行动严格限制。奥委会阁要求24点钟爱拍开 GPS， 方便追踪。Doesn't bother me so much. I think as long as it's keeping people safe, then I think it's not a problem. 阮大旅馆临时聘请2个人员，24点钟监控，出入拢爱登记。要去买食的都爱用行的，去到转来爱15分。因为你们属于外来的嘛，就刚入国的，然后不要跟那个日本这边的当地民众就是有什么太多的接触。平常时的防疫以外，也有一寡限制。受访的记者是讲，会当理解过来配合。不过，毕竟防疫的规范是真幼佮复杂，加减的烦恼是毋是会无看到倒一项违反规定，就会互赶出境？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同一时间再会。